波切，那在家信众如何修持信咒呢？那是不是可以请仁波切口传，并解释信咒的意义？好，信咒呢就是传承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传承的话就是不容易得到加持的。尤其是密宗的很多的法来说呢，就没有传承的情况下修持的话，也是不光是不得到加持，那也是会有一些不好的问题。所以就要有传承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同样的，文物本身的信咒也一样，只要是有传承，只要是有口传就可以修持。修持的话，它的功德跟它的加持力是特别强。奥马洪摩德达马哈斯干加拿大的这个方面来说呢，就42个基金准的主要的信咒。奥摩热罗红教红就是58个愤怒者的主要的信咒。所以就是在念过一次的时候，就100个本尊的所有的信咒都已经念过一次，所有的法都已经修过一次，所以就非常的殊胜，非常圆满的。对，所以平常任何一个人都是一定要征求要得到文物本身的信咒的口传而去修持是最重要的、最好的。对。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仁波切那是不是仁波切可以为我们观众们做个祝福或是回向？好，那大家一起回向，愿所有一切的众生早日脱离六道轮回的痛苦，早日获得圆满佛的果位。所那么的呀，唐切西巴尼，托尼尼巴扎那当些，些个南切瓦朗出国呀，是本错领着刚着。将巴拉巴乌加达然前巴当干的总部太阳地线，得到感觉即是到路径给完的到当节让的好，谢谢大家，谢谢仁波切，谢谢。Om Bodhi Maha Sukha Janata Dua Om Lulu Lulu Hong Jong Om Bodhi Maha Sukha Janata Dua Om Lulu Lulu Hong Jong Om Bodhi